捱死3兩千人都想發癲，真的不知點算。人生需要錢，無錢可以點？真的腦就快穿。每晚我夜裏都失眠，點樣可以搞掂？捱生捱死想到癲。如果身冇錢，人生都變酸，睇清幾多嘴臉。人生不再等，無需多去諗，拼搏努力變金。朝朝我做到都失魂，老闆專門揾笨，成朝做得3兩蚊。做許多通宵眼金金，每月又到諗起出糧未夠分，為兩餐乜工我都肯，水電雜費通通加埋，每月不堅持都要冚。